气息，宪法维修，是的。今天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。那今天的心情沉重，并不是个案官司输赢，而是这样的判决结果影响到我们宪政体制的运作，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。6年前9月6号，蒋介石还有蒋介石，这是第一点。二审的时候，当然判马英九有罪4个月，他们认为马英九没有主罪违法的理由，甚至连宪法40条不可以用，连4万4至585、4至627的行政特权都不可以，所以判马英九有罪。到最高法院的时候，发回更审。最高法院是为了发回而发回，我们知道很清楚，最高法院只有法律审，他是用事实待查事项予以发回。那今天更一审的时候，既然说犯罪要件不该当，以及黄世明有罪不等于马英九有罪。从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看到最可悲的是，我们中华民国宪法必须废弃的。中华民国所有法律，不管刑法、通缉监察法、各自法，所有都是要废弃，都没有用。我们不需要法律，我们不需要宪法。请问这样一句话，请大家再去查一下。我认为新水的前司法院长果然是先知。好，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任何的途径，包括对我们法官通过以后，对于法官的评鉴上面，任何评鉴，当然这个后事以后再跟历史来研究。但是此时此刻，我要告诉全国人民，我们司法是如此的，宪政体制是遭受到严重的破坏。最严重的是，马英九对这样判决无罪，还洋洋得意说总统有行政特权，那这以后总统可以进入司法个案，可以操作来做政治操作，这是我们要的国家吗？这导这套宪政体制比宪政体制还严重。